专工带你来参观一个大型号，这大型哦，足厉害！来到这个所在，一定要翕相做纪念。小朋友，看我，看我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哦，足水的呢！是你什么？离开，安尼哦。安那不是恁啊？麻烦姐，给我翕一张相来。来，看到一个。翕相。啊，秋姐，走，啊是好未啊？这个系你？你是叫来这翕相？不是啊，啊你是安那伫我船仔顶翕相，啊，搁你遐参观，你是来创啊？参观？对啊，阮去哪里就是来校我教学啊。你嘛较拜托的，你当作这是公共场所的哦。公共场所这是无限制，什么人拢会当入去嘛。啊，我这是私人的空间的，你嘛较拜托的。想袂到你竟然知影公共场所。当然啦。啊，我拄好有一个问题，想要请问一下，像恁这阵这么大尊的大型，是安怎呢？叫做什么大型号啊？大型号，我甲你讲，迄当初呐，阮当初咧设计这个大型号的时阵啊，是非常用心的啦。你敢知影台湾上有名的动物是啥？是啥？台湾乌熊。水，台湾乌熊，佫是咱台湾的特有种，伊代表就是一种力量，一种勇敢的精神。我若甲我的船啊，号做大型号，我就通啊扎着这个精神出海，驶向远洋伟大的海洋啊！我真就真正有够讲话，有够牛的啦，马上先出来！大型号！哇，你真正就有深度的呢。是。讲了足感人的啦。足感动的哦。啊对了，安尼我甲你问一下，请问啊你是什么队名呢？咱是什么队？我是蓝白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谁？我是张丽芬，我是陈hen如，我是王山琪，我是张祖宪。南北台语通啊。是啊。台语敢若袂歹哦。对啊，敢若安尼唔好互因挑战，叫因紧走。好，等。差不多啊。参观嘛参观啊，啊，通啊离开啊，来，门甲拍开。袂用去啦，阮来这就是要来摕宝藏，哪会当安尼就转去啦？摕宝藏哦。是啊。啊，这宝藏上大的宝藏就是阮的大型船长。啊，你若摸袂走啊，你要安怎摕你若是叫我转去，叫我转去嘛是会用啊。啊，不过我转去有可能会讲一寡闲话啦。我甲你讲，这船长哦，人就当生的啦，歹斗阵啦，啊，最近伊某送第二梯啦，你等下，你笑甲遮大声，啥意思？伊知影嘞，伊知影你就当生的啦，啊，就痛的啊。杨幂，你到底是哪一组的？你莫一摆通无这出的好无？好，既然恁拢安尼讲啊，我就给恁一个机会。啊，万不哩，恁若是真正无摕到宝藏，转去，唔通伫网络顶悬，互我负评，会使无？袂使，我1颗星，拜托诶。是了，哦。上最死了无搁加啊。就安尼哦。啊，咱差不多要来比赛，咱手控做伙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加油！看这个气势，嘛唔知会赢袂赢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叫阮的名，这关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因的皮得我平较安呢。南北台语通哟，你是对南部来还是北部来？南部拢有哦，啊对倒一个县市？交情。鸟情高雄啊！高雄啊！高雄港啊，连港天喺遐来去找因啊。无问题。啊，北部有冇北部的哦？一个，哪里啊？你准备好了没？好。哎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噶！来啊，准备者，丢，用毛笔，对哦。丢，哎呦，厉害！来。哇，嘿。对了，好球！来，塞！
对伊啊。来帮，当当当，哎呀来来来，这个地角，真好真好，塞，阿基阿基，哎呦，回椒，对哦，花椒、花椒、花椒，来过来，蓝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有 bonus 的哦。哈哈哈哈 bonus 无退掉啊！哇，你听嘛干干的出来。干臭嘿！叫你死掉！哎呀厉害啊，北部的朋友诶，北部。哎，白菇菜，忘掉啦，白骨菜。好，准备哦。虽然无扫出去，但不过嘛是对。安尼。盐水，啊，无对水啊！姜黄，姜黄。哇，这做真正厉害咧，咱台语通啊，真正不哩通呢。哎呦，pass 就对啊。应该是爱念另外一个音，无紧，念咪甲你教啦啊。挂香。啊，对啊，算你对啦，哎呀，好啦，已经10题啊，算过关啦。有是啊。想袂到因遮通啦，来，咱做伙来复习一下。bonus 这题安怎念？五香。要大陆拼音就是安尼，五香。NG 是安怎念？啊若配 oo 就是 o。五。甘什么？哦，对对。哦，甘草粉。底下一个干练起来，草干这大声的。是嘞，甘草，嘿，甘草。啊，还有这安怎念？高嘿，高赞塔有改食无？哦，这差才一定有还人讲无，有人讲有。这好像披萨做好食。蓝披萨，哎呦，内行食。减手给内底嘛做好食。减数计，所以后一题安怎念？嘿，肉这个字你会想要念肉，其实念肉桂，唔是肉桂，肉桂。安尼知影？这喙挂香纸，敢有人知影这个话的意思？哎呦，你知影？有两种讲法，一种是好的，一种是无好的。哎呦，好的就是伊做甲讲话，对，嘿，啊无好的就是讲的话拢无法度做着。明白哦。来，看卖恁拢总对着几题？就是10题，会当摕到2个大片。哎呦，你摕啥？摕啥？文班，文班，马祖鱼。迄两个较歹点啦。嘿啦，迄2个运气较歹。哇，较顶悬呢。控制会较有机会。来给控制会，好了。好啊。第一关哦，哎，互因摕2个大片。对。所以是要安怎？我来讲啦，嘿啦等下吼，咱来用一罐垃圾布啦。哎呦，袂使啦，哪会使用垃圾布？不要紧啦，是袂使讲出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请来教。台语上练档，连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搬落来进前看有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。坏保障，恁就摕袂走啊！我想无咧，恁是南部甲北部，恁是安怎去熟悉啊？
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啊。线上会议哦，线顶的就对啊啦。对啊，山顶。这会学台语是无？对，啊，自我介绍安尼。安尼哦，安尼会当讲伊是网友啦，网友伫咧网络顶款熟悉啦。按台语啥真好啊？朱宪，你拢是甲谁讲台语啊？甲阿公阿妈个我迄个阿母个阿祖啊。哦，啊，你感觉学台语有啥物好处无？这本来就是我的母语安尼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不然我母语有什么好处？伊这就是我自细汉开始讲的这个话啊，真好真好。我刚讲啊，流目屎。安尼哦，你是海水吧？超强。好啦，真好。安尼来看卖恁到底有厉害无？准备接招，迎来个。好，来，好，小贵有你，几个哩？快下快下。两个字，伊是一种运动。一种运动，伊互拍地足疼，伊互拍地足疼。倒球，够啥？爱拍。伫海边爱拍。爱拍哦，有一个人啊，球。哎呦，来，啊，一条棒几个哦，哩？两个字，三口顶管有诶。是用啥物款的？一个伊也说干。哎哦，水哦。几个哩？真如。两个一，日本。日本足多是毋是？为球爱是分人分人啊，是用大用大。一块，因为着。三个，两个三个，伊是查某囡仔结婚的时阵咧穿的。啊是slip啊，啊是slip控。你唔问，你唔好问，你会使问吗？你讲下骹尖尖哦。下骹尖尖，下骹尖尖。多大的？哎呦，完蛋，会叫你摇着。几个哩？啊，好，来继续。用胖的用着的。用胖的用着的，就是用掉的，胖的用着用嘴，因为嘴较胖。啊，咱落海底啊，歹势。哎呀，看来因只是甲伊想要白尔，啊，毋过白了无偌久，无气力。所以无开啦。毋知着几点，咱做伙来头前复习者。哼哼，想袂到恁这尔紧就练落来啊，会真忝哦。嘿啦，无好，好，咱来复习者，第一题，安怎念？关大的，关大爷。穿伤久爱红去。哎啦，哎呀，水哦。啊，搁有啊搁。有无？穿的时阵，起哩靠咯，起哩靠咯。起哩靠，起哩徛尾哦。嘿，大家袂共款。啊，共款，共款。哦，对。好，再来安怎念？米粉。米粉通常摕来做啥？米啊，做胖的，做胖，做面条，做米条，还有啥？做面的什么？鸡卵糕，对啊。鸡卵糕，啊，头前啥拢无讲到，有，头先有讲。伊鸡卵糕无讲到。鸡卵做胖伊就啊落落去啊。胖。啊白色的，米粉白色的对吧？对。对。白色的。好啦，差不多啊。再可来做体操。体操，但体操敢是用米粉？是吧？你是用运动石专？灰粉吧？你毋是看到白色的就安尼摕来拍牌？迄是迄吼，你风脂骨骨的啦。哎，有道理哦。有当时你运动啊，巴肚枵，骨头尖尖的。你有够无卫生啊，的卫咧？生啊！真正无卫生呢。捌你个干无卫生啊，的？你两个是安怎？你劲足济。好啦，咱来看卖啊。啊，因钓着4地，会当摕到1块大片，一块鸟，嘿，唔好加摕哦。一块哦，看要放在啥？袂对啦，哦，水啦。啊，看迄袂对的所在。真好，多谢恁放伫个较袂对的所在。咱来看卖恁后一关会变安怎？准备接招，迎来个！听我来讲故。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两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！哎，嘿嘿，我要来讲故事啊！
敢有准备好恁的心情？有敢无？我细声嘞。哎呀，恁敢会记恁细汉拢听什么款的故事？无呢，我袂记啊。拢袂记你啊？嘛足正常的啊。你有？嘿，我妈妈讲吼，有一个阿伯，你若唔困会甲你的手指头啊夹断。啊，这你捌听过无？好古堡。好高宝，就后年呢。哎，我不足介这个故事系的。啊，什么恐怖？是安尼囡仔听着就惊讲好啦，我紧困对，啊。啊，佫想要继续听落去，对，所以爱困，好不好？唔爱伫底喺度撅手机啊、撸手机啊，对啊，每当升通啊，宵。拢无的哦。我拢伫遐算啊。好好，看伊这个活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吼，看卖到底有法度好好啊来讲讲故事讲。来，故事请抽牌。来，一人一张，免抢哦，大家听拢我好哦。诈骗。下面摕到吉吉啊的时阵，你才有讲话权利。好来，很开。来，一人一张，免抢哦，大家听我拢好哦。诈骗。下面摕到吉吉啊的时阵，你才有讲话权利。好来，很开，来看卖一下。好。再念出来，你是哪舞台？第二个。独棍啊，豆棍啊第三个。小提琴，小提琴。小提琴、地图，目目镜。地图。地图。这样子合作会啦。差嘛差。我看这声困难啊，即摆压落机啊人，才有迄个权利讲话。地图啊。现在噶，开始。有一个舞台，伊伫外口，啊安呐，好，红马人啊，嘿有一只独棍啊飞过，飞过。飞过，伫外口舞台，伫涂骹，伫涂骹飞过。迄只独棍啊飞去舞馆顶，舞台顶管有一个人，你有小提琴，小提琴。小提琴，哦。有小提琴。你来有小提琴的人，我咧足看的目镜。足歹的目镜哦。迄个挂目镜足歹的人，有了伊就转去厝内底，想讲要食一个暗顿，安尼半路行，捡到一张地图，伊就甲地图带转去厝内，啊食饱了伊就转去困啦。讲出来。讲出来哦。我代志要讲，来你讲。为什么咱的队长即届哦，每一个人到这关的时阵，伊拢会讲，我去路边捡点物件，就人去路边捡物件。哦，你若这个有扣啦。这扣分啊啦。这我。拢是我唔对所以其他伊拢接了真顺啊！你看，啊你外口有舞台，啊独棍啊，啊爬去舞台顶，有人伫下violin，啊爱落小提琴是爱用 A 的，知无？好，安尼即关吼，就算恁着4题啦，好无？好，请抽牌。好，准备，抽。有好。无用字。我要讲空啊黑脑未哦？白使头看。好来，1、2、3，请掀开。哦，这花店。第一个是啥？落机票，机票。花店。插打车，哈达车。臭豆腐，落雪，落雪。哇，臭豆腐甲落雪。我就看卖恁安怎甲这个故事斗起来哦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我去机场买一张机票，啊，机票买了，我就想到阮妈妈甲我讲吼，爱去花店买花，我就先出去外口买花。啊，去买花的时，我就拄着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安怎？拄好拄着我的好朋友咧骑踏踏车，外口有咧卖臭豆腐，因为臭豆腐都烧的，所以因为外口咧落雪，所以外口足寒，我就走去伊内底食，食了回零机嘛来，我就去回零机出国啊。好，爽。感动啊！想袂到，伊竟然是是。公一只。乌马。后尾，从尾伊佫甲头前个拢佫讲转来，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表现了袂歹。到表现了之后，我想看卖啊，到底因敢有倒位有问题，通啊甲伊拿出来讲。我是感觉吼，头拄仔等回零机应该讲啊，毋过回零机搁足久的，我先来买花。敢有需要再严格？哎，对
做大人爱。对。对啊，伊嘛会当讲，想袂到，迄个机场有一间花店，我伫遐徛足久的。啊，毋过因为我要出国，无法度买花。这个机场没当有花店。啊，为什么？花没当会不会要炸出去啊？啊，伊就是看手买买，啊，未去进前通单掉啊。你是不是被偷的？对咧，好，安尼看起来吼，头先第一题，伊讲迄个地图无算嘛，对无合理嘛，啊，较严格，所以第一题无算，伫咧伊遐。啊，第二题这个花店看起来嘛是敢若无算，爱严格，所以咱的队长以后广告税能力爱提升一下。对，所以上课啊。对，恁遐小朋友拢算对啦。安尼我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，拢总8题，通啊摕到两块大片，两块，好啦，互恁摕2题。都等着咧。好来，哇，没掉。啊，当说啦，会当说啦，会当说。会使啊，安尼真一正条机会介大，啊，毋过伊囥一边，嘛足歹讲。对，像是。对啊，到底会摕到宝藏呢？现在看。敢摕到咧？我看恁那面悠悠，可能摕袂到哦。这太好啊，都摕袂到。来哦，看好哦，恁即摆这大片是放伫咧这个位置，敢有想要耍？恁敢有想要耍位，还是拢无？安尼，你要高一边，起一边安尼。一边就可以丢啦。敢会丢？啊啦，万不离都拢卡伫这三个丢，嘿，就足好笑的哦。确定哦？会哦。你感觉会丢？咱运气足好诶，啊，相信家己。敢摕到宝藏，请背。恭喜！上宝藏！恭喜恁得到的宝藏是趣味倒椅。对。我的宝藏，我的宝藏不叫人摕去啊！对，咱这个趣味倒伊就是咱的爱情酷比特。啊，酷要摕啊！哇，非常有爱，敢有算过这种趣味倒椅？无。我安尼等于领好啊算者。摕到宝藏有欢喜无？你欢喜啥？你面较欢喜？不是啊，啊，都拢准备啊，对无？一定要上你系啊？无啦，好啦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